来继续来到中华溪湖，当地苏昌寮豆干厝是一个违章的建筑，长期公然有人客，困扰着当地居民。这民众嘛常常向警方来检举。苏昌寮负责人今年3月访用妨害风化来判刑，中华县政府嘛决定要大力来整顿。一透早，这个怪手来进场，强制来拆除，民众拢话好。卡拉基直接自民家厝的厝顶开始学，要甲这栋病房卡做平地，因为这栋病房毋但是违法起的，阁是中华溪湖有名的苏康寮豆干厝。中华警察毋但抓到一摆豆干厝姓翁的负责人，长期找查某囡仔坐伫巷仔，找经过民众游客。在吼是爱留一半间啊，对啊，我无够的。这伊伫台面上来讲，行到倒倒拢袂用的啦。豆干厝要是中华真正的红灯区，因为一间隔开拿豆干，上清的时期拿夜市啊共款。毋过因为时代变化，剩无几间，住伫附近的民众真困扰，常常向警方检举。警方一直以来都有取缔的动作。警方伫去年10月当场抓到性交易行为，今年3月姓翁的负责人被判妨害风化罪了后，官府和警察到现场强制拆掉。断水断电，更以强力的手段。豆干厝除了有非法营业行为以外，阁是违法的建筑，政府依法拆掉。即马铁皮厝红变做平地，嘛变做台湾苏康文化当中的历史。